灣區揾筍樓 Rocky 幫你手 ，Rocky 咧今日就嚟到火炬開發區啊！睇到未？喺我身後咧就係中山嘅地標建築富裕城嘅套拍超30幾萬方嘅商業面積啊！屋苑嘅門口咧就係富裕城站啦，係長江路交孫文東路嘅一個交匯處。長江路嘅隧道咧就可以直通到我哋商場嘅內部啊！今日 Rocky 咧唔係帶大家嚟行商場，而係咧參觀呢個商場後邊嘅富裕城真裕嘅豪宅樓盤啊！呢個開發商咧喺中山有20幾年嘅歷史，開發咗唔少嘅樓盤。今次咧 Rocky 帶大家參觀下佢嘅園林以及佢嘅超5000平方嘅一個豪宅裝修標準嘅樓盤。事不宜遲啦，而家同我 Rocky 嘅鏡頭去行。而家 Rocky 咧就上到我哋14樓嘅角度睇翻成個中山嘅市政配套啦。嗱，大家望出去啦，前邊咧就係我哋長江路嘅主幹道啦，右邊咧就係旗江新城嘅總部基地，側邊咧就係5萬峰嘅森林公園啦，前方又係我哋中山城軌站嘅一個交通配套，去到廣州、去到珠海都係非常之方便噶。咁咧，通過我哋高速路網咧，去到新中通道、去深圳都係非常之便捷。樓下咧又有我哋中港直通車哦，咁可以講係成個衣食住行嘅配套咧都係完成嘅。嗱，今次咧毛坯裝修都有得揀啦，毛坯講緊13,000蚊起步嘅價錢就可以成為我哋尊貴嘅富裕城真裕業主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同我 Rocky 欣賞下99平方嘅示範單位。而家咧全部都係現樓嘅狀態啦，99方至到138平方嘅單位咧都有得選擇。Rocky 咧帶大家望一望99平方嘅3房2廳2廁係南北通透嘅一個戶型啊，大家可以跟鏡頭欣賞下。一入門咧就可以望到我哋長方形嘅廚房，係一個明窗嘅設計啊，毛坯裝修都有得揀。如果揀裝修咧就更加奢侈豪華啦，大家可以望一望。呢邊咧係我哋一個生活副露台啦。下邊咧就係我哋富裕城嘅商場啦，一落樓就可以享受到咁好嘅一個商場配套。前方咧就係望到我哋三景嘅一個公園啦，可以睇下，做到南北通透扯風嘅效果啊！呢邊咧都係非常之開揚嘅。咁再嚟睇翻我哋休息區間，係做到3房以及2個廁所嘅配置。呢邊咧係一個公區嘅洗手間。側邊咧就可以作為一個長輩房啦，非常之大氣嘅。咁呢間咧同樣係做到一個下房嘅設計啦。入到主人房咧，預咗衣帽間以及我哋主人房嘅大床以及飄窗之餘咧，仲有主人房嘅一個乾濕分離嘅套廁。嗱，5·1假期咧，富裕城真裕都有特別嘅促銷優惠，講緊毛坯咧13,000蚊起步嘅價錢就可以成為尊貴業主啦。有興趣嘅朋友聯絡 Rocky，現場帶大家過嚟睇樓。